稳居影史票房亚军的爱情电影《铁达尼号》（Titanic）， 就算过了22年，凄美故事及演员精湛的演出仍让粉丝津津乐道。金奖导演卡麦隆 （James Cameron） 最近接受英国 BBC Radio 1访问透露，当初拍摄里奥纳多 （Leonardo Wilhelm DiCaprio）在船头大喊“我是世界之王”的镜头时，里奥的行为竟让他气到大飙脏话。卡麦隆回忆，拍摄那场戏时太阳快下山，但无论他们尝试何种台词，效果都差强人意。于是他下令里奥纳多大喊“我是世界之王”，里奥不明所以，傻问好几次什么，让他气得大吼：“给我他 X 的眼就对了 ，Just fucking sell it。”主持人也提到，粉丝常讨论结局不合逻辑，明明罗斯的那块木板就很大，只要让一点给杰克，他就不会死了。卡麦隆听完则认为这是很白痴的论点，20年后还在讨论这件事很傻。但显然电影很成功的让杰克令人喜爱，观众不忍心看他死掉。但假如他活下来，电影结局就毫无意义了。这是关于死亡与分离，他必须得死。实习编辑斜线陈关宇